奧運聖火經過119位火炬手接力，走遍全港之後，喺香港嘅傳遞尋日順利完成。喺中國境內嘅奧運聖火傳遞由滑浪風帆奧運金牌得主李麗珊傳送第一棒展開，佢交棒俾乒乓孖寶嘅李靜，第三棒嘅高禮澤就交俾劉德華，由陳慧琳等幾位藝人傳送。沿途有大批着住紅衫嘅市民，有人拎住國旗打氣。火炬跟住由車隊運去青馬大橋傳遞，之後去到沙田，聖火火炬首次由龍舟傳送。不過喺上岸嘅時候，火炬一度熄咗，要再度燃點。火炬手之後又搭船環渡維港，有好多着晒紅衫嘅市民一早喺路線等候。當游泳選手蔡曉慧想交棒嘅時候，火炬護衛手要佢將火炬放返入火炬燈，過咗幾分鐘先至交棒俾下一位火炬手黃晨。最後一棒嘅火炬手單車手黃金寶由霍震霆手上接過火炬，走上灣仔金紫荊廣場終點，燃點聖火盤，象徵喺香港嘅聖火接力傳遞圓滿結束。